Hello，大家好啊，我係嘉 Sir，今日咧同大家講下新嘅樓盤嘅一啲資訊。好耐都冇同大家講過樓啦，今日開始咧又同大家講翻，因為咧其實自從咧今年嘅樓市咧開始企穩咗，成交咧就多咗，咁而咧市場上咧啲人咧係最主要咧中意買新盤喎，因為咧啲新盤咧就係成交特別多。咁反而二手咧個樓價仲係跌緊，咁但係咧新盤咧係出現咗係好多承接力喎，反而咧上個禮拜即係禮拜六定禮拜日啦，有個西營盤嘅盤咧，即係一啲單支樓啦，74伙都賣晒啊！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地產商咧而家咧係好多時候咧係咁推一啲新盤出嚟賣，而係有承接力嘅喎。咁究竟咧今日咧最主要高呼一啲問題嘅問題就係究竟喂係咪因為 HIBOR 跌穿一厘，而家供樓啊今個月啊1.8厘，利息低咗，係咪咧市場嘅買家重現啦？咁第二咧就係究竟係咪供樓平過租樓係呢件係事實啦？第三咧就係喂我哋攞個新盤嚟睇先，柏傲莊。柏豪莊咧，禮拜五咧就會出銷售安排喎，如無意外，咁跟住咧就會大概有40伙嘅貨尾咧，再提價4%喎。喂，究竟有冇投資價值先？嗱，我哋買樓咧，除咗自住，有部分嘅客人咧係諗住投資啊嘛。咁老實講咧，柏傲莊咧喺大圍嚟講咧就係最靚嘅貨嚟㗎啦。咁但係最靚個貨，但係問題就係可唔可以投資咧？今日我哋研究呢一 part，好嘛？咁所以咧，首先第一樣嘢啦，嗱，第一咧就係話 HIBOR 咧而家跌咗落嚟啦，去到1.3加0.6度啦，大概一個月嘅同業拆息大概1.9厘。咁如果咧可能係一層600萬嘅樓咧，供15年啦，又唔好成日都話供30年啦，一層600萬嘅樓咧，俾30%首期咧，原來咧供大概咧24,000蚊喎，24,000蚊到啫喎。咁但係有部分嘅盤咧就可以租到咧2萬零蚊嘅。咁基本上咧，其實咧，如果你買一層樓咧，俾到3至4成首期咧，租金咧係可以 cover 到15年嘅供樓。咁如果你講緊咧30年嘅租金咧唔係收30年嘅年期去租樓嘅話咧，租俾人嘅話咧，其實你都有幾千蚊淨現金流喎。所以咧喺投資嘅角度嚟講咧，就會係開始有原因去做呢件事啦。簡單啲嚟講咧，就話而家講緊喺銀行做定期個利息降咗落嚟啊嘛。而咧可能買一層樓咧，如果去到3厘甚至4厘嘅時候咧，而家叫高息啊。所以咧你會見到咧，買樓嘅人咧係衝翻出嚟，而且咧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咧就係租金咧係咁多年嚟講咧，差唔多去到頂峰係最高嘅位置啊！所以咧，如果你 stay 得喺香港有一個實質嘅住樓需求嘅話咧，其實你捱緊一啲貴嘅租金，所以咧而家咧呢一個市場咧係實質有需要嘅買家而出嚟買嘅。今日咧我哋去睇下一樣嘢咧，就係話究竟柏傲莊如果我哋喺貨尾嘅話咧，究竟值唔值得買？好嘛？值唔值得買？對於我嚟講咧，我今日會俾個總結你。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個市場上面咧，只要 HIBOR 咧長期保持住喺1厘樓下咧，其實個樓價咧係一定會守得住。升就要等所有嘅貨尾盤咧去晒存貨。咁但係其實我睇落去又唔會太大問題喎。雖然咧市場上咧大部分咧你聽到好多咧餐廳咧都喺度執笠。又或者你聽到好多人咧不想消費，但係其實你見到咧一啲購買力而家去到跌咗大概高位跌落嚟30%咧，佢哋都係有一個承接力嘅喎。咁所以咧，你跌嘅樓價裡面咧又唔會睇到太多。另外，因為咧之前點解樓價上面咧要係咁劈價咧？因為咧發展商喺一個高嘅利息裏面嘛，即係話假設佢1厘啦，嗰陣時 HIBOR 一個月去到3厘噶嘛，即係佢還緊利息咧去到4、5厘喎。但係而家呢一刻咧，我哋供樓啦，可能係2厘，佢還錢咧都係一個平嘅利息嚟嘅喎。如果借咗港元，咁所以咧佢持貨能力就強咗啊。咁所以一定要好清晰咧，
只要發展商個持貨能力強咗咧，樓價跌嘅機會都係會越嚟越細。所以咧，如果你聽到一啲 YouTuber 同你講話樓價繼續跌啊，繼續跌啊，我不如咁樣直接同你講，冇人可以喺最底嘅位置咧係買到樓嗰啲咧，全部都係喺最低位置咧，都係一啲好運，唔會有意識地買到最平嘅樓嘅。明唔明白我呢樣嘢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計啱數，你覺得自己承擔到，而真係有自住嘅需求咧，我覺得可以考慮。問題咧係你要揀啲咩貨先？咁我簡單啲嚟講，今日拍好裝咧，我認為係唔值得買嘅。我俾個總結你先，好嘛？咁佢提價咗啦，大概4%啦，我會話俾你聽，投資又好。投資嚟講咧，係完全唔值得買。但係如果你自住真係需要係長期自住，而你承擔得好咧，你又中意住大位咧，你就交俾你自己選擇啦，就嗰啲好啦，好嘛？咁首先咧，我哋睇一睇張價單先啦。咁嚟緊咧就係一期、二期咧就會重推啦。大概咧你會見到啦，啲樓啊，你睇住呢度先，46樓600幾尺啦，就大概賣2萬蚊尺。OK，咁但係其實你拉埋埋咧，其實你要見到咧呢啲盤咧係19000蚊到2萬蚊尺嘅。咁我會話俾你聽咧，如果喺呢個水平嘅層面上面咧，你唔好諗住賺到錢，因為而家咧喺市場上咧接到貨嘅人咧，大概係2萬蚊樓下一尺，佢就會接到貨啦。咁如果你高過2萬蚊咧，係接唔到貨嘅。咁你而家亦都睇下啦，如果你2萬蚊一尺，以而家個市況嚟講咧，喺二手成交上面咧，拍澳莊咧平均嘅尺價咧，成交到係接近19000蚊至2萬蚊一尺。OK，咁即係話點啊？如果你買咗呢件貨，你係諗住有水位去賺錢嘅話咧，拍澳莊絕對唔係呢件貨。但係你問我 quality 好唔好住咧，就好住喎。原因係點解啊？因為佢喺大圍站嘅上蓋，而且佢係有一個新嘅商場。咁點解唔好住咧？因為唔投資冇着數咧，因為有競爭對手。咁你而家咧睇緊咧，其實咧租金上面咧，柏傲莊咧係一定好過名城嘅。柏傲莊咧係可以租到接近60蚊嘅，如果細單位，大單位咧就係50零蚊租，50零蚊租。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去睇緊柏傲莊嘅話咧，賺錢嘅水位完全唔夠喎。咁如果你諗住買一個新盤翻嚟係會賺錢，咁我絕對唔會買啦。反而咧，你去留意一下點解佢會賺唔到錢咧？其實咧，你會見到隔離名城雖然係長實樓，嗱，你諗下先，你覺得你問下自己，如果名城同埋柏傲莊比差唔多地方，你覺得柏傲莊應該貴幾多？你會買柏傲莊咧？其實咧，如果計發展商同埋地標性咧，我認為啊，我 personal 認為大概貴兩成啦，大概貴兩成咧就會係啱價啲咯，因為名城始終都係隔離，加埋長實樓可能再 quality 平少少啦，咁所以咧，如果14,000蚊一尺，如果貴兩成嘅，我認為二手樓啊，即係大概17000蚊尺拍澳裝就會好少少咯。但係而家咧19000蚊尺咧擺到明係高水啊，擺到明高水。如果我哋睇咧名城嘅話咧，其實咧你會見到個市咧喺6月嘅時候咧慢慢開始成交多啲，都係大概14,000到15,000蚊一尺。但係咧你會見到咧拍澳裝個水位上面貴30%啊！因為佢成2萬蚊一尺啊嘛，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咧，即係話點樣先可以追到上嚟咧？一定係名城升先會到柏傲莊升嘅。因為咧，如果而家呢一刻咧，喺基層，即係你要知道香港經濟而家呢一刻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咧，啲人如果買樓咧係買平啲，唔介意行多兩步，平5000蚊一尺，真係嘅。咁所以咧，如果喺投資價值上面嚟講咧，或者係個市嚟講咧，如果係嘅話咧，premium 太高啦，柏傲莊 premium 太高啊，咁所以咧，而家合理嘅成交價就14000蚊到，名城嘅舊啲嘅樓，咁所以咧，如果
柏傲莊真係要去到25000蚊一尺啦，你就要諗下究竟名城係可唔可以去到20000蚊一尺啦？如果去到20000蚊一尺，柏傲莊就可以去到大概24000蚊至25000蚊一尺啦。因為我大概正常嘅水位上面 premium 上面係20%啊嘛，咁所以咧個關鍵就係24000蚊尺，你今日買完翻嚟，就係20000蚊尺啦，我當係加埋啲雜費，噼里呱啦就係20300蚊一尺啦。即係話你賺如果去到24000蚊尺咧，24000蚊尺，即係大概一尺賺3500蚊啦。我先3500蚊至3000蚊啦，我先當3700蚊啦。如果柏傲莊去到25000蚊一尺，我諗你都係賺百零萬嘅啫喎。如果係一啲500零尺嘅單位，咁所以咧呢件事咧，我認為咧，如果我自己咧，我自己就唔會投資啦。但係當然啦，市場上去買樓嘅話，而家呢一刻有邊啲位置係會比較好、比較優質咧？我將來咧就會話俾大家聽啦，或者係同大家分析啦。咁嚟緊咧，而家呢一刻啊，除咗柏傲莊之後，有好多新盤出嘅，Novoland 係咪啊？傲神。仲有好多原因，好多好多唔同嘅盤，咁我嚟緊都會同你分析嘅。其實老實講，20000蚊尺，梗係買傲神都唔買柏傲莊啦。對於我嚟講，因為傲神喺香港島，同埋近去啲江中站係10分鐘嘅啫。咁所以咧，嗱，如果你買樓咧，上面你一定要記得，除咗你諗住自己之外咧，始終你都要諗下你層樓嘅升值空間，佢個 premium 高唔高？舉個例子俾你聽，喺20年前，擎天半島咧好平嘅咋，咁只不過咧佢揀啱咗 location 之後咧，佢升值咗好多，300萬至400萬嘅樓咧可以升到2000萬。但係如果你揀錯樓咧，譬如舉個例子啊，奧運站嘅龍璽咁樣，其實我都就算咧2012年咧開始去買入啦，係一個好靚嘅 period 啦。去到2021年咧，佢升值都係2、3成嘅啫。咁所以咧個關鍵就係你買樓，我哋好簡單啫，又想賺最多嘅錢，又想自己住得開心，係嘛？咁但係你要揀一啲 premium 冇咁多嘅新樓咯。咁而我嚟緊咧會繼續做一啲叫新盤嘅速遞。咁簡單啲嚟講啦，我對柏傲莊咧係冇興趣嘅。老實講，今年嘅盤咧，我都好多係冇興趣嘅。但係當然啦，如果係有啲係值得計個數係覺得好嘅，邏輯推論成係好啲嘅盤咧，我都會好老實話俾你聽，我覺得呢個盤好嘅。但係咧，而家呢一刻咧，喺個市跌落嚟咧，我哋應該要買一啲咧投資價值高少少嘅樓盤。而並唔係咧買一種感覺，因為買樓好衰啊！買樓就係買一種感覺，自己中唔中意係嘛？但係其實投資產品嚟講咧，就要睇需求同埋睇 location，好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諗住買柏傲莊投資咧，我會話俾你聽冇水位，好嘛？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有興趣繼續了解多啲樓市買樓咧，記住睇下我，因為咧。我同地產經紀唔同，我係純粹一個用家嘅身份，我對個市，我話對個樓盤係做一啲分析，而一啲係好主觀嘅意見，並唔會同你講啊呢個盤好靚啦，你快啲買啦，嗰個盤好靚啦，個個盤都好靚啦，係嘛？總之邊個盤係有水位，唔係個 premium 太貴嘅，我都會攞出嚟分析，好嘛？嚟緊我會繼續拍片，多謝你支持，喺下面有啲咩問題想問我喺 comment 裏面。同我傾偈啦，好啦，拜拜。